公车有坐过无？有火车有坐过无？有，轻铁敢捌坐过？应该是有。轻铁嘛有哦。哇，你是坐过倒位的轻铁？你敢会记哩？迄是细汉时阵是妈妈讲有诶。较细汉的时阵有坐过吼。甲坐车的时阵，我拢会看司机尾的倒位呢。你敢会安尼看？有时阵就是会想要去看，有时阵就是都坐伫遐。知影轻铁的司机拢伫咧创啥物？任务来了！任务来去出任务，跟着阿公，小就出任务。喊叫手电地，都自我针免，手机也准备好，出任务，跟着阿公，做人上盖高。小朋友讲，伊想要熟悉轻铁的司机员伫咧做啥物呢？咱是要去倒位找哈？阿高，要找轻铁的司机员，就爱先去找到轻铁。你看，原来就伫咧头前啊！哇，是美工站长呢！哇，足高水诶！美工站长，敢用甲阮翕相？太好了，终于来哦！7、6、3、4、5，哇，你有够高水的啦！伊足高水的呢。美工站长，你敢知影我要找轻铁的司机员，要去倒位找？你敢讲爱上车呢？好。行，爱先上车。多谢美工站长，谢谢哦，拜拜。哇，这轻铁真舒适，真稳，还有冷气通吹呢。对啊，个风景好好看呢。哇，你看这边嘛有。有诶。后一站，轻铁机场站。我要到啊呢。咱赶紧落车。找到啊！第一个线索轻铁，第二个线索列裤带。今仔日要找的主角就是轻铁司机员。每文今年27岁，做轻铁的司机员已经3年啊。优良驾驶，常常得到空务驾驶榜的前3名。要做一位轻铁的司机员，目睭爱金，健康爱来，反应爱紧，发生状况嘛要保持冷静。你好，我是金椒。我是阿高。你好，我是魏文，会叫我阿文就好。哇，这就是轻铁的办公室哦。无错，咱上班进前爱摕一张咱的任务卡。任务卡。敢是像阮阿高做任务同款，是去找各行各业的后人的任务票？毋是，任务卡咧是今仔日咱爱开啥物车，甲啥物时阵要上车。安尼我知影，就是亲像学生仔伫咧学校的课表共款，爱知影家己几点上啥物课。嘿，无错。安尼我有问题。为虾米轻铁会叫做轻铁哈？金椒泡泡，新书报你知。大家好，我是朴师金椒，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就是高雄轻铁，其中的轻就是英文的 light。轻铁甲火车捷运无同款的是，伊载客量较少，起起来较紧，运行轻便，所以叫做轻铁。安尼大家知无？新词学起来，定讲出来，讲，爱讲哦。阿文哥哥，这顶外有你的相片呢，这是你呢。哇，这为虾米爱带着相片哈？还有1、2、3、4、5，哇，这侪张的呢。阿高，你看，照写风雨驾驶榜。阿文，这是啥？风雨驾驶榜就是今仔日你驶列车伫咧铁轨路的时阵所拄到的状况愈多，你反应改紧，有及时，甲档案是
的分数就会较悬。哦，你意思是讲，你拄着这个无共款的状况，啊，你有处理了好，你就会得到分数，分数加起来愈侪，你就会伫个即个榜顶悬。嘿，无毋对。哦，安尼表示你反应真紧啊！对，做书记员反应就是爱紧。哦，反应就是爱紧。啊，你毋捌得过第一名的，安尼下摆哦，你反应搁较紧一些，你就得第一名。唔系，得第一名代表状况愈侪呢。哦，啊，你无状况搁较好啦，表示安全。啊，毋过摕到第一名，敢有啥物奖品啊？敢有？这我毋知呢，我毋捌得过第一名。啊，是你要得第一名，无啊。我请阿高给你斟一个好啊。对啊，阮阿嬷拢讲吼，阿狗啊，你若摕到第一名吼，阿嬷就甲你斟一个。啊，文哥哥讲要做一个好的轻体司机员，目睭爱紧，耳孔爱来，人爱认真，反应搁爱紧呢。这我拄好拢有，安尼我咪用个使轻体啊。阿高，想要驶轻铁，爱经过专业的考试、面试甲训练，毋是想要驶就用驶的。毋过，伫咧车厂内底体验一下，应该是无问题。这是轻铁的停车场，所有无出版的轻铁拢停遮。哦，原来这就是停车场哦。对。哇，安尼我知影，这就是轻体休困的所在。不错不错。阿文，嘿安尼，阮会用去车顶看卖无？会使啊，行。哇，驾驶室哦，你这车哪会无handle路啊？轻铁是免handle路的，啊，免handle路，啊，无安怎开车？用这是咱的电门甲档啊，电门甲档啊，所以要开车就是刹这，就是往头前刹伊就会档啊。嘿，敢若一般的车无共款的，一般的车咱是油门甲档啊伫下骹，啊，毋过下骹这个一个，这是油门还是档啊？这是喇叭，这是喇我叭。试互你听。嘿，喇叭伫下骹遮。对。啊，我看遮，搁即个市溜，我又看卖哦。这个门应该是开门、关门，嘿对，对对。啊，这有喇叭是广播。嘿对。这边啊，搁两个荧幕，这荧幕是咧看啥？这荧幕就是咧看咱旅客上下车的状况。哦，你着用看到旅客上车甲落车。没错，就会使知影旅客敢有袂赴上车的，还是要去互门夹着的。还是边仔有危险，你嘛看会到。嘿，我伫遮，你有看到无？阿高哪伫遐？阿高，见你啦！哇，原来门爱家己开呢。足趣味的，原来驶轻铁甲驶车真正无共款，无handle路，阁有足侪市溜，嘛无卡大的油门甲档啊。阿高是阁走位倒去？哇，充电充饱呢，出发！叮叮叮叮，出发！爸爸爸爸爸爸，停车停车，开门开门，出发！头前的人爱注意哦，爱注意哦！哇，爱出门出门出门！我想要借问一下吼，你开车的时阵，你迄轻铁敢有家己的号志？有啊，先头前坐。阮的号志就是有换的甲直的，啊换的就是袂使行，直的就是会使行。换的是你爱停，啊直的你就用过去。嘿对。啊，你敢袂足麻烦的，甲路的青红灯无啥共款的。袂啊，因为阮是特别的号志，阮拢是看迄。哦，就是开轻铁看轻铁的号志就好。对。我知，我拄仔搁看你吼，你驶车的时阵吼，有安尼比来比去，比来比去，你遮比安尼比即粒市溜，比即粒比即粒，迄啥物意思啊？迄是咱咧指差，阮指差就是，比如讲阮进站的时阵，阮就会先比定位灯，比月台的方向，甲开始看讲阮升功无？升功 HSCP 有闭合，有开始充电无？充电，确定有遮拢有的时阵，咱就再开始看旅客上下车的状况。来，个成功闭合充电上后尾就是旅客，喂，哦，你
恁内底是毋是有好神啊？我看恁手顶会来会去呢，我来甲恁倒看好神哦。嘿，好神，好神，帮你倒去，好神，好神要帮你倒去呀！阿高拍拍鼓要开始哦，来，五、四、3、2、1，Go！阿高拍拍鼓，大家好，我是阿高，伫我边仔这位是蔡美文书记员，今年27岁哦。你平常是除了想爱困了啊，搁想要创啥哈？较介意做啥物？休困的时阵咧创啥？出去耍啊，去倒耍？就是骑车后壁踅。无啊，我甲阮朋友爱伊家头前，我徛后壁，哦，恁骑两台车去哟？总共4台。安尼是毋是4个人，其他3个拢有载女朋友，敢若你无？无，伊个拢无女朋友。哦，拄好无女朋友斗做伙啦。我连讲吼，会招阿芬、阿雪啊、阿水啊，你搁招你迄另外3个朋友，你载我，伊载因3个。好，我较想要载阿芬。是哦，安尼我都爱牺牲安尼。不要紧，你伫咧厝会顾厝。阿文哥哥足辛苦的呢，我来准备咖啡互伊啉。足芳的呢。当然，阿文哥哥，请啉咖啡。我阿妈拢讲吼，透早一杯咖啡，精神百倍啊！阿高，即摆已经下晡呢。阿高，多谢啦，我明仔载爱早起，所以毋免惊下暗困袂去。你为啥明仔早起？嘿啊，因为明仔载咱上透早第一班第一班。透早的是几点哈，4点，要创啥？爱顺体机咯。你讲几点要创啥4点爱顺体机咯。透早4点。紧叫阿高，做人上盖高。阿高，紧起来啊！出来，停啊！阿高，咱甲文约好，透早4点要去顺体机路呢。正面有人，有车哦，有车。哦，你搁无爱起来吼，我要家己去啊。紧去哈！好，我来去啊啦，再会。阿文，我来啊。我知。你咧创啥？分酒七。酒七？嘿。大家拢爱酒七哦。对，开车进前拢爱分。哦。除了酒七，搁爱创啥？佮爱叫总比。你无啉酒吼？无。哦，你装备遮尔大包哦？对啊。内底有啥？足侪物件。我知，是毋是你有藏早起伫内底？无，我食了。你食了？啊，内底有啥？有足侪物件。佮有等下咱要检查的表。哦。啊，佮有足侪物件。足侪物件。对。咱先紧去有时间较重要。对。行。好，行。遮早咧吼。毋捌遮早起来吼。毋捌遮早，无人会头工课较早起来。以前敢若送报纸的人会较早起来。啊，佮送牛奶。送牛奶的。嘿。阮就是逐工差不多这个时间。逐工哦，差不多偌久会轮到一遍？差不多2、3礼拜。2、3礼拜。嘿。拄着一届。像这个班有啥物重点无？就是爱甲时间比赛。对，爱甲时间比赛。紧去。哦，电火就关啊。对，电火关代表阮顺号3物去啊。啊，等下这就关起哩。啊，等每个门好开。哦。啊，来起来。门就开啊。会使开机啊。开机。对。啊，就等伊开机开好。哦，等伊开机。车顶足侪饲钮的呢。对啊。饲钮。等下爱一个试。爱一个看伊功能有正常。哦。咱看即马只拢无红的啊。啊，咱看一下咱故障有啥物故障，嘛拢无正常的。无正常。阮就使通电。
哦，通电器，安尼就电走哩。对，啊，咱后壁有一台机电工，伊就会升起，会升起接着接着关顶电，啊，就电就走哩啊。嘿，所以咱就噔，哦，灯，就是接掉。对，啊，恁就看咱个电有开始通啊，有啊，嘿，嘿，哦，走起来。啊，你电压，哦，啊，所有物件就开始运作，啊，恁就使开始有电啊，所以咧运作。嘿，啊，恁就使去检查车歪，哦，啊，加咱个手通，哦，啊，就使开始看，像即种电火，啊，电火到咧死。嘿。啊，头顶那个双红灯，哦，安尼啊，设一下就对啊。就咱设置，而且咱个试这门会开无？咱个试看卖公司的门会开无？哦，大家车门拢爱检查，大家车门拢爱检查车身有侧伤无？侧箱嘛爱看。嘿，搁看车底有啥物奇怪物件无？嘿，啊，继续安尼检查。继续看，看安怎无？对啊，我试看卖无？好啊，你试看卖。最顶悬甲下骹门齿咧，会开，跟毛叫，跟猫叫，嘿，看顶下下骹，下骹开咧看，好无？好无？车要出发咯，手好好，脚调在哈，不会挂到多条在啊。哦，阿文即摆咧检查，所以袂用甲吵，因为等下要顺铁机咯，咱伫边仔看伊要做啥物，吼，我嘛乖乖坐遮好啊。我拄啊缀阿文去检查，我发现有几个重点，就是一个是看的，一个是听的，一个是安全。看的伊就看车的外口，车顶有正常无？啊，看迄站名有对无？啊，听的就是听广播，啊无就是听车有啥物奇怪的声音。啊，安全是上重要的。你看伊的检查档啊有正常无？啊，搁有咱顶头这有权有正常无？因为互人客安全是上重要的。天未光就出门检查车辆甲铁机咯，就是要互旅客准时上班上课，开始顺利的一天。毋过微文讲，赛车的时阵嘛是会拄着一寡无办法控制的状况。嘿嘿，赛轻铁是我上介意的代志呢，哈哈。足侪代志也无用的呢。这是轻铁专用的路，爱注意哦。爸爸。歹势歹势。要过车路拢无伫注意呢。搁伫跳舞，够危险的啦。我影我有看着呢。车重新启动，车站有讯号好。停车停车！你这来找无落车的点点哈？司机停车呢？我要落车呢，停车呢？免紧张啦，我要落车呢。逐站吼拢会停，落车免试凉啊。放是哦。安尼我就放心啊呢。好。坐过头啦！司机，敢会再翻头哈？司机哦，再翻头啦，司机哦，司机。哦。早起无应该食烧，搁食冷，歹腹肚。阿高，伫遮。감사，我来啊！你透早也无叫我起床啦？哪会无？我看你搁伫遐咧喊面的，我叫你几落遍，你拢无起来咧。是哦。原来我搁伫困的时阵，阿文哥哥已经做遮多代志啊！哇，真正足辛苦诶。是啊，为着大家的安全，每一个所在拢爱详细检查，才能互来坐轻铁的旅客感觉舒适、便利、搁安全。高，你看遐。足水的呢。你比你较水咧。对啊，风景真好呢。
你上下敢拢坐轻铁？对啊，对，敢有方便？我感觉嘛是有伊的方便啊，是有我到迄边对，无啥物捷运卡会当搭。啊，所以坐这较方便。对啊，啊，你感觉这轻铁啊，上好的所在伫倒？上好的所在，嘿，我有人讲是光荣码头，公营码头。对，光荣码头站下晡的时阵会当看到夕阳。哦，风景足水的。对对。你住高雄偌久有70年， ？70啊，40？ 70年， 70？你超过70岁啊？我70岁安尼，对。啊，你敢有啥物甲建议的？免免哦，安尼就真赞啊。真正，我坐吼，坐公车吼，年轻啦，哦，啊，你坐这袂？我坐，我现在坐袂所以坐这你袂戆，赞，谢谢，多谢你，多谢。哇，你看，轻铁当载你去足济你介意去的所在哦。你看，手爱画好安哦，嘿嘿，哎，给你记录好哦。了解轻铁司机员规工的工课了后，我知影我上适合做啥。我上适合做坐甲真舒适的旅客。唉，阿文哥哥，你足辛苦的呢，为透早4点都做事做到今嘛。阿甲，我嘛足辛苦的呢。哪有啦？啊，你毋是在你边仔看尔？阿文哥哥，你较辛苦呢。袂啦，这我的工课啊。我巴肚枵啦，足想要食饭的。阿文哥哥，啊，咱来食好了，行来食好了，行。无啦，阮上班免个出去外口。嘿，所以我甲你叫便当，我毋敢叫恁的。阿文真正是一个足大心的人，逐个上班规工拢做伙，所以感情特别好。阿文讲，伊毋但是好同事，搁较亲像一家伙仔，定定做伙过生日，做伙食饭。你当初为什么想要做这轻铁的司机员？因为我本身是平湖人，平湖人，嘿，自细汉就伫坐无人机来回，嘿，这个时阵就对交通有兴趣，嘿，拄好有一个机会，就拄好有这个机会会使来考，就来考。啊，你会记得你第一摆赛车的情形无？先第一工开的时阵，就无说离互一个旅客半顿。第一工咧，嘿，应该是我拄起步，爱拄徛起来，阵袂稳，阵挂落。但是会伤忝吧，望着可能开车真正挡袂住，挡袂住，去弄着车，去弄着车，嘿，因为你心内拢可能咧想讲旅客的安全是上重要的。无就是想讲，我今仔是毋是爱上班？我是毋去过头啊？给轻起手机来看。哦，你厝内的人敢有坐过你开的车？有哦，像坐过。阮妈妈甲阮弟弟拢有来坐。你妈妈哪传来互我看者。伊讲你当初考到的时阵，伊感觉你足厉害。毋过互伊烦恼的是，你透早7早8早就爱出门，感觉你足辛苦的。毋过看你回来，你阁会甲伊分享讲今日开车安怎拄着啥物代志，你定定会甲讲嘛。对啊，伊若有看到轻铁驶过去，伊就会看讲这个司机敢是阮囝？伊讲伊若拄着你，甲你下手，伊会感觉足骄傲的。你就感觉足感动的咯。算欢喜，妈妈我会搁爱拍片。足甘心的，趁较济有效力。轻铁司机员的工课，毋但是赛车，搁较重要的是，互坐车的人感觉舒适、甲安全。个性较古意的美文，上要求家己的时间观念。看到旅客坐车时的笑容，听到因的一声多谢，拢是伊上满足的时阵。驾驶员亲切的服务，互旅客快乐坐车，平安到站。嘛，互这个都市加一点仔温暖。阿文哥哥，我甲今朝有找到一项最适合你的物件，要送互你哟。噔噔，你敢知影这是啥？是脑筋啊。对哦，脑筋啊，毋过伊会走哦。伊真特别哦。就是希望你阿摆赛车的时阵，足准时，啊，足顺利的，对无？无毋对。希望你阿摆有更好的表现，咱每一个旅客拢足满意的，好无？好，咱互伊一个赞，1、2、3，赞！